过去校是真快乐，圣诞节真平安啊！唱圣诞节的歌真快乐。迄年是紧张、惊吓，同学老师走的走，离开的离开。有一个学生爱好了，这个叫做政治单位叫去问话嘛，啊，所以迄个学生忽然间去问话问一暝，迄顿来迄是作上课的呢。整个校园拢东便利啊，哦，因为咱省的学生是阮的人，阮一看我拢知嘛，伊一看拢毋是啊，拢是理平头的嘛。手铐就铐起来，背后铐，然后就拿弓拿耙呢，对啦，讲啊迄个神职人员咧插什么政治啊，什么台湾囡仔唔好拍台湾囡仔。哦，迄个气氛足感动的，足侪人流目屎，真正是大家惊，啊个当伫信仰吼，得到迄个平安的快乐。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刚好，阮有两台全导车，哦，咧带落底啊。啊，后壁再一台较大台卡车吼，是会当互人家去咧演讲的啦。啊，所以我是伫第二车，从头到尾都是站在那里啊。哦，因为阮爱伫遐指挥迄车安怎行了对啊。当你上头一台啦，啊，所以我伫后壁迄台了对啊。哇，所以伊到尾一个迄阵真正咧做迄个时候，吼，我看伊嘛小可掠狂安尼。我是第一摆话台湾人万岁啊！台湾人万岁，台湾人万岁！伊就一直花咧啊！我要带大家唱歌的时，忽然间就对下骹有人点亮起来啦。哦，点亮起来，我才惊到，是讲哇唔对啊！哪有听到迄个政法部队迄款的迄个枪，咚安尼来啦！啊，到迄个麦克多伫我的手中。我看迄个政报部队安尼来的时候，哇！第一摆吼，多伫我迄个指挥车迄个头前遐吼，我看到迄政报部队那像两丈管安尼啦，还灯光吼，我也毋捌看过，迄灯光足光的，非常的光。啊，了后则哪真有伫放迄个瓦斯迄款物件啦。我整个伫迄个所在吼，咱卖个体了吼，才皮出。啊，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大概。今天哈，我可能会死伫遮呢。木人合唱团开始唱歌的时阵，啊，市民就有甲我敲讲，就爱行咯，所以我叫学生讲，就爱行啦。啊，细日龄中间就是有追打，因为迄阵台湾人的心情就讲，古早互国民党去有足忝，看到兵啊啦，啊看到迄个敌武啊，拢拍。啊，拍中间因嘛有咧个介绍，就是讲因嘛有咧拍。因家己人拍因家己人，啊，偌难的就对了。啊，我是木人合唱团的团长啊，所以就有人叫我爱联络这个团员，嘛，迄人会当去唱歌安尼。我有提早去，提早去的时阵就摕一个，就甲人讲，去迄外口遐吼，摕麦克风啊，向过路的人宣传，讲今仔日几点伫倒位，啊有一个人权纪念会。啊，免讲请大家来参加。啊，迄时阵就迄调查局的，迄阵拢还阁做出入的啊，嘛无迄落什么，迄落什么窃听器啊啥，一台迄遮大台的录音机啊咧，啊，不用一架碟啊，啊赶咧，啊走来你的边啊，甲你录音啊，甲你问讲，啊用迄警察也无准的是，恁敢有哪要记啊？我第一个时间无想着讲，这是迄个调查局，所以就甲讲，当然嘛是要举行啊，这是一个人权纪念会，一个演讲会呢啊，无可能讲迄无准安尼。人要出头天，有一日要出头天。那真正是伫选举正式用团体，阮就是牧人，拢阮一班的叫讲安尼好。所以后来就讲啊，咱吼
即阵看人咧选举，有人唱歌讲啊，迄咱是开山祖了。迄阵无人，靠人咧选举，记得讲话，靠人咧，阮去唱民谣。望春风补盼望，看着梦，目苦红，破到这大坑，想要补无半项，找假是补破梦。望春风这条歌虽然是写查甫查某咧恋爱迄款的情景，但是其实背后是咧写台湾。哦，你会当来看，吼，迄个台湾人迄个伫迄个时阵咧望春风的过程的中间，望啊望，望讲啊，台湾有自由、有自由、有民主啊，所以你看日本人来、中国人来，拢毋是所望的，毋是所期待的春风啊，所以我迄阵就咧甲台湾人讲，咱一直咧望春风，到落尾去望着春天的后母面，哦，这是伫迄个时阵，阮逐个人的共识啊，所以通过这首歌，咱会当来唱出迄个望，咱无爱迄个后母面，咱期待是真正的春风。来到咱的中央，互台湾遍地花蕊，自由的花蕊遍地开啊！所以，阮做这个解说了，阮就开始唱。孤夜无伴守灯的，春风对面吹。17、8月袂出嫁。想着少年家，果然飘伫面目白，谁甲人注定？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大悲悲。阮南省的学生是安尼啦吼，就是1年级、2年级的是爱伫学校读，3年级的是吼，当时阮会去2个所在，一个是去东海大学，啊，就去东吴大学，吼啊，所以若去东海吼，像蔡耀全因去东海，因就拢去伫洋会啊，吼，喺东海对面迄个洋会迄个花园咧，因拢去伫遐，我就该多吼，做要讨论遐一寡过去台湾民主运动的代志安尼，啊，像阮是去东吴啊。啊，像阮去东吴的是迄年吼，阮就是中立事件嘛。啊，所以阮伫北部，阮嘛会感受哦，这台湾的社会整个已经开始起变化了。古早遐足大的禁忌，现在已经都一直突破了啊。所以迄阵阮倒转来了时吼，阮就感觉讲，好像我们不是只有在注重这个校园里面的学生的自由，不是安尼尔，嘛不是讲学术尔，我们要开始对整个台湾社会的那种转变吼的脚步吼。啊，脉动吼，我们要去掌握。啊，所以阵就是开始，阮才会用这个真善美学术社啊。迄个时阵就拢有请这个国民党政府人员讲头疼的人物来学校来演讲，像讲迄个时阵柯信良啦、徐明德、姚嘉文啦、张俊宏，甚至黄庆介。林义雄、陈映真，反正就咱即马看的什么左派、右派，阮拢甲邀请来就对了。张立东迄阵是国民党的台南市长嘛，苏南成也来他党迄个是伊出来竞选嘛，阮有请因两个来切破，这是破天荒的。迄阵城大啦，是讲遐其他学校拢有教官，拢袂当办即款的活动，所以城大。遐学生足欣赏阮，因嘛拢会过来听。感觉呢？
会使，还是学校紧张啊，应该是台南市这有关单位足紧张啦，派人来恐吓他好啦，来问啊好啦，来最后讲吼，恁若办吼，要甲恁学校要甲恁关啦。迄个就触动很警总的神经啊！哦，我刚开始吼，警总他逐工拢来阮院长遐吼报道的对啊，阮院长就常常叫我去沟通，以前我做社长嘛，讲吼唔通啦，无就怎老板师讲拜托啦，你唔通啊，你害死学校就对啦，是咪说这是人100几年哦，然后你害死就对啦，是咪说安尼啊？我讲啊，学术自由啊。阮一班成立咧真善美学宿舍嘛，足团结的啊，大家拢苦调调，啊，讲袂使放弃吧，就袂使放弃吧。啊，所以迄个时阵调查局的啦，吼，啊，遐个政治单位，就看讲亲袂入来，是就利用学校的老师甲学生来做即款的工作。啊，所以阮咧办演讲的时候，都有学生会记录记录，啊，然后去往上报。啊，迄阵1个月就给他们800块钱，就是国民党政府给这款的人1个月800块啊。啊，迄个时阵拄好在流行一个洗衫粉，啊，上海讲就叫做水晶800。迄阵我嘛去甲阮的院长谈判几摆啊，我讲那一个职员来讲，那个老师他就是啊，对不？为什么你来处理？哦，伊讲好，你这个人吼，伊讲我们要把他开除掉，要把他赶出去，很简单啊。问题是，你可能这个处理掉，伊个安排几个人去买，安排几个人去买，迄个你唔知伫倒位啊？安尼，你是你是不是愈惨？我因为读真军校政工，阁是上为天哦。我当时去读新人院吼，一寡同学高年级的同学，因就对我另眼相看。因为学校真正有一寡这个学生，咱拢讲叫白啊这。啊，因看我这个背景吼，应该是上届，就是上届生的叫白啊，所以我会感觉讲有一寡学生因若咧讲代志的时候，我对边过无啥爱互我听，会怎变做点点啦？目睭甲我看，啊，你看伊敢讲足怀疑的敢讲，当然我真艰苦心，我嘛捌为着这家己安尼伫我的宿舍吼流目屎，很难过吼。不过圣经的信用帮助我，上帝是信实的，受冤枉的人，上帝的确替你伸冤。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有读书会嘛，常常去看台湾这些物件，啊，甚至吧会当去读遐个禁册啦，哦，特别是对228事件的遐个禁册吼，啊，嘛有对外国转来的人有当时会分享这个代志，啊，所以伫遐就是真关心台湾的这款的政治啦，啊，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3摆声明嘛。啊，所以这3摆声明的中间，拢是伫我新学生的时代嘛，哦，变安尼，所以换一句来讲，拄伫这款情景的中间，来培养出阮这种的信用，嘛培养出阮甲这个土地吼结连的这款的这款的关怀嘛，所以真自然的拄有这款聚会，我就去参加嘛。啊，迄是背景的，有传统的。所谓的背景啊，传统就是从吴宗伟牧师做院长开始的时，伊就真本土神学的开路先锋嘛。啊，后来伫这过程的中间，就讲阮有足侪老师、宣教师，尾啊拢去互国民党赶出去，有诶出去了就袂当转来。啊，原因是啥？原因拢是因关心政治，关心台湾的前途。啊，甲人民徛做伙。对这个美丽岛事件的前后这个代志，阮实在是无想着讲遐大，干那想讲用单纯的信用关心台湾的人权。啊，这些学生囡仔，阮的学长拢真热烈咧讨论，所以阮拢会听着拢感觉这真好啊，啊，就来去参加。南省迄阵的状况是吼，学生好像比学校老师还热衷啊，因为老师他们负担的一个责任是要保护学生，他们怕学生出事情啊，所以其实老师的部分，其实他们都是踩刹车的啊，连我的院长都是踩刹车。
伊迄暗特别去迄个美丽岛的人权暗会迄个活动吼，迄暗郑志玉牧师特别讲，迄暗爱上课。迄个时间毋是伊上课的时间，伊特别讲学生拢爱来上课，迄人伊是差不多无得点名的吼。王献智牧师嘛讲，迄暗爱上课，绝对要点名。我本来是有那要去啊吼，因为我学生会长啊，当时有真侪人甲我苦劝讲，因为我有代表性的、指标性的人物吼，叫我留点学校。对于平平1年级的学生来讲，阮拢主动要去，结果老师不爱阮去，因为阮的老师讲，阮干了1年学生，台南新学院1年学生叫做试读生，你若无照学校规矩，学校不爱互你读，因为试读生，学校嘛知影讲我学生可能对一寡代志无了解，所以禁止阮不爱阮去。我第二天我就有登去南省啦，哦，我第二天登去南省的时候，那个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啊，其他不一样，整个校园拢东北立啊。12月7日发生，过堂工，台南新学院的院长可能知影代志严重啊，所以随宣布讲，迄一天叫做 surprise day。新学院有一学期有一天，突然间院长宣布，讲今日咱莫上课啊，要出来郊游。结果啊，迄一天去安平佚佗，啊去啊礼拜刷了烤肉，啊烤肉了。当场伫海边啊，讲垒球，讲垒球吼，了迄个谢秀雄老师，伊真正是足感谢上帝，伊讲球讲一个苦雨，对头前破到后壁，所以用迄夹克北的吼，大声倒来哦，大声倒来要换雨，结果倒来到因兜吼，人随通知讲你掠人啊，所以伊迄个时阵走。等下阮兜我看好，一侪人咧徛啦。煞发现讲，我车内底的迄个脚踏内底拢铺一张迄砖仔架，迄砖仔架放做2地、3地安，铺平平吼，互你无感觉到。也就是发现我这后摆要栽赃讲我是有暴力分子。规个学生差不多2点半、3点考落了，倒来到新学院吼，哇，搁较济，这政府的这工作人员，真拄啊好，我有拄着我的政治作战学校的同学。伊足惊的哦！你在伫遮啦？我遮到台南新学院，我伫遮咧读册啊，摆要做牧师的。伊讲，你敢知影这是台独的大本营？伊煞就开始问一寡学校同学名单，郭恩信呐，吼什么人是天贤呐，吼这个这新学院啊学生的这名单，我心内就有谱啊，这人爱看通着看着吼，大家爱甲因讲啊。所以我讲一顿也是吼，送信时吼，伊拄着我就去。就去甲伊边啊！伊讲你敢知今仔日吼，阮所有较早阮政战学校吼的长官啊吼，甲阮一寡遐政战的同学吼，今仔拢伫内底，你看所有遮便利拢特务系统的呢，哦，你搁搞转来，伊就咧等你啊，你搁转来咧。第二天，迄个阮师妹嘛搁留伫遐。伊嘛搁留伫遐，伊甲陈菊嘛搁留伫遐。迄阵警总已经开始拢跟监，什么规个拢啥，爱搁登去因兜领导，管区的拢去伫遐。我那个管区哈，警察他就拿了一个我那个身份证的照片，你知影我身份证的照片是我国中的时阵迄张学生头的照片，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捌这个人吗？林淑娟这个人你捌吗？我讲我唔知影啊，这样子，其实他就是要抓我了啦。有一寡同学陆陆续续，第2天、第3天吼，互叫去调查站的啊，请去啉咖啡啊，倒来了，因拢真惊，因为因伫遐讲啥物话，伫啥物所在开会，还是讲伫啥物所在讲啥物话，拢总有记录，所以大家倒来拢吼，拢较感受到迄个恐怖，毋知影国民党这套吼，这言这款的物件，遮尔紧张，真正大家资料拢有哦，所以倒来更较紧张，大家人说看到人拢无啥爱讲话。去到学校的时阵吼，因大家就讲，恁来走，你来走，有人就讲。
我几年都爱退出来哦，安尼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总共给我们大概9000多块。迄阵柠檬酸嘛听讲走这个蔡友传先生因嘛拢有走所以伫迄个时阵，大概我就唔知要走去对，我的囡仔当早出世，安尼差不多3个月尔。阮木顺阳的阿姑啦，伊阿姑住伫桂林，伊伫市地边都低调嘛吼，我就伫迄个所在有2个月时间。12月13号透早开始打台步嘛，迄个到尾暗的时迄个赵振和打电话讲伊要来找我，然后我接待伊来找我迄阵，伊来的时就是哪里拢来就是共一台车，因开车团载伊来，就是这样就开始了，所以没有选择的余地啊。尽量来理解，就是讲上帝就要我只是拄到这个代志，我就爱担当努力。伫阮兜住2暝3天，接续就去林文镇遐住差不多10几天，最后迄段有那约差不多10通工的时间，就伫迄个柯政府因无车遐，伫暗口街。美丽到了差不多1、2礼拜中间，突然间停电，停电的时候。一寡查甫同学主动开走去女生宿舍去撬个冰。阮迄个时阵拢知影较紧的门爱去顾起来，莫互人入去甲阮栽赃。因为迄阵台南新人伊就去用攻击嘛。那天刚好是我事情，出了11点20，因为我发觉有一点怪怪的，就是多一阵风吹来。我目睭转看迄个时间，我钢琴遐看起的时阵多11点20，所以我很清楚记得那个时间。然后就有2个人冲到台上去了。因内底外是拢无支付令，我伫主持礼拜的时阵加咧，这伫全世界的历史内，我是第4个。头3个拢伫非洲迄款的所在，所以甚至伫希特勒的时代，毋是讲伫个港代就是你若要掠一个人，不管是啥物，迄个人走入去教会内底遐个纳粹就无入去。他们会守在教会的外面，一直等到他出来，才会去抓他。我怕成讲伫港台顶掠我了，引起全世界教会的公愤。但我因为我身孕3个月，我是足艰苦，因为我病囝伊个互人掠去，庄里的人大家拢窃窃私语讲迄教会先生去互人掠去，我是足歹势，嘛足见笑的。干嘛讲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那一种处境当中，我就是要很坚强，真的是用更大的爱心去 cover 过去，把人对咱有误会心，我就是用更大的爱心去跟他们安慰。那时候婆家那一边的人，他也没有办法给我帮助，伊讲你是安那安无顾好，是安那安顾甲去互人掠去，迄个时1个礼拜我都没有掉眼泪。但是眼睛竟然就发炎了，就规目睭转弄肿起来发炎，叫医生看时，医生就跟我讲，你那个泪腺堵住所以他说你如果要哭就把它哭出来。说我记得那天晚上哭整个晚上，我就好像很孤单而且就是自己这样子坚强坚忍下来好像就整个都快要崩溃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12月23号嘛，台湾的冬天很冷，又有湿气只让你穿内裤而已。你就入去，伊咧甲你问笔录的时，他从来不让你站着，他就让你蹲着。你蹲到那个脚都麻了，你要换一下姿势，他还骂你。可你吃盐水饭，吃盐水饭嘛，就是说
什么叫做盐水饭？盐水饭就是一碗饭给你，一碗盐水给你你吃的都会便秘。我听到神的声音，神跟我讲说，我绝对不帮上帝加罪，不别干。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啊。那时候我就跟上帝回应了，用我的心跟他回应，说好啊，上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求你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求上帝一件事情，我跟上帝讲，上帝啊，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你留着他的生命在，无论什么样的苦我都愿意吃。我今天跟上帝安尼祈祷，那时候很奇妙，我跟上帝这样讲了以后啊，一股喜乐从我肚子很深的地方就这样涌起来。圣诞节到啊，圣诞节当年是人伊拢是庆祝棒球垒球比赛啦，拍天尼斯比赛，拍羽毛球比赛，有庆祝节目，还有大聚餐。院长呢，看到迄年的气氛这么歹，同学走，老师走，大家人真艰苦，真惊吓的面，怎甲这个活动停？迄个时代因为台南市人伊拢有对外的庆祝，总是迄当这个社福机构拢甲阮婉拒啦。耶稣都出世了，耶稣嘛走路啊，阮真侪同学嘛在走路啊。玛利亚、约瑟带耶稣，也是抱咧走路啊。我感觉讲即阵含迄个当时耶稣出世的情景有共款嘛大家拢在走路所以人心惶惶的是。迄个时阵报佳音感觉讲，这看圣经的教师是差不多，迄个情景是共款的。所以，阮去报佳音，通过安尼个，互所有的同学甲老师大家个团结做伙暗时无点电火，举蜡条，开始伫学校的宿舍、老师的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一间一间去唱。平安夜，平安夜去报佳音，迄个气氛足感动的，这人流目屎，真正是大家惊，个信仰得到迄个平安的快乐。到最后，安怎样带咱行过这个惊吓的时刻？每一个报佳音出来开门的欢迎学生的老师，终于有效了。初六以前这个洪宣就来，就敲电话给我安尼，结果伊甲我讲伊要跟我见面，伊见面就甲我讲，我们爱帮人安尼就是这么开始，迄个引爆出讲迄个掠施明德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动作出来。伊甲我讲，都有一旁的人讲有一个计划要甲伊偷渡要甲伊当阵去偷渡出来，所以就转甲我介绍伊要停一台车，然后迄内面就是有徐春泰、高金人等等，甲一个是李万章，然后就是讲洪宣传交代讲即马去里头甲这徐春泰直接联络，徐春泰这时呢，伊要请你带伊去看努力大的所在。当然对洪宣我会当信任嘛，所以呢，就透过这条线。这徐春泰团甲我脱钱，因为迄暝这个代志一个段落了，我就倒转去努力下，我就干部以上，甲徐春泰、林洪宣、高进人接触这件代志，努力足敏感，伊讲这到底是什么人要甲我偷渡，要甲我安排我偷渡，要坐什么船，要去对所谓的一个小岛是什么岛，伫对，离这偌远，为这间厝要安怎去这船？伊讲，所以就明仔下晡你3点，恁有约讲伫迄个咖啡厅，无你甲伊求证这代志。这代志伊若会当回答清楚，咱这个答合；若袂当清楚，当然就孬因都无可信性所以就到迄时，我就去到迄个第二天，我就甲伊提出讲这问题，努力会看到种等安尼你安怎应答？伊答袂出来当然答袂出来，这个问题就大。就是讲这个这到底是咧变啥物也无法通讲一时就记讲伊就是有啥问题，但是感觉上就是讲已经不对劲。
我都无啥物甲伊谈，谈话就短短的就快要结束了。伊短摕一张咧100块吼，迄阵的100块，含即马小像红色的吼，跳真很贵。交代一半互我，伊家己收一半。伊讲这张吼，跳真很贵，这张就是要做辨认用的，我要做啥辨认。伊讲过来吼，这张你摕一半吼，互徐政府，因为拢你得带领导啊，吼啊这半，这个100块一半，这半呢，这一半呢，你甲交代徐政府，你甲讲徐春泰要甲伊直接联络，啊，伊唔捌徐春泰唔捌徐政府啊，伊讲吼，伊见面的时就是用这个做辨识安尼，识别证共款安尼吼，结果迄张拢无用着，因第二天哦，阮就拢毕业啊。开始先问的是你京中的报案处，内底拢人啊，吼，拢是迄个亲自单位的人，包括甚至有迄个穿军服，还是迄个制服的迄个，吼，中山迄款人，吼，啊嘛有迄个将官的迄个，一寡迄个人伫遐，我就知影讲这代志大条。然后一个官长来，伊讲，这吼你着爱讲哦，你若无应答哦，这甲以后你判刑是有关系哦，吼，轻重着看你哦。啊，这个过程中，伊佫讲一人哦，佫较悬安尼吼。伊讲哦，伊就甲我问讲，啊，施明德吼，伊有炸枪无？有炸刀无？啊，有保镖无？我是安尼讲，这句话足悬的，就是吼，伫金王口迄顶的是，啊，徐春泰嘛安尼甲我问啊。伊除了讲哦，偷渡迄个代志应答袂出来，伊佫甲我问讲哦，都反正就。已经就无办法啦，伊无法当回答，啊，毋着你迄张100块的迄个要做迄个迄个识别证路用伊，然后阮就要分手，伊就甲我问讲吼，安怎哩吼，有保镖无？有刀无？有枪无？对我一模一样。徐春泰，徐春泰问我的话句，连句子吼都几乎一模一样啊呢。印象安那拗我去，因为迄搭遐2道门，迄搭用对讲机，啊，然后去你到4楼，考政府因兜呢，啊，佫有一个，因佫有设一个铁门，啊，所以爱佫对讲，用迄个电铃爱佫试一摆，啊，这个若是因去开，当然这是我猜想，就是讲，因若去开，因这个探头看，啊，不对啊，吼，安尼当然都会有可能就会引起啥。所以，因就用我做人头安尼。我为了这考量，就是讲，我若无传去吼，啊，万一若有造成死失的，什么人负责？你刚才讲道义上吼，就担当不起啊。所以我的各种考量里面，就是只有去完顺水推舟，互人压去开嘛。我问。毕业了后，我信义会会食的人差不多甲我切过。迄阵是我伫救恩之声工作，然后我有主持迄个圣经的函授学校。即个代志了后，因敢若甲我讲，叫我忙搁去上班。迄阵临时要去找什么工课，这人若知影看到我，人嘛可能嘛唔敢用，所以我只有得去做女中。伊来阮兜，为12月13下暗时来到阮兜，安尼开始，你咧问这问题，其实就对啦。第时发生拢有可能我会爬下锅，因我去了，啊，当然我的下锅就通得大啊。徐明德已经掠着了吼，啊，大概压力也真大吼，对外口来压力真大，所以国民党伫迄个时阵就是安尼对阮遮的吼，大概爱出来，都爱出来做一个交代啦。啊，所以我的表现就讲安尼会使啊，就叫我出来。他是一个陈崇赞律师，他嘛算后来伫国民党的内面嘛算有出名啦。啊，了我望唔知讲安尼就无掠一去啊嘛，啊无掠一去了就安尼差不多是有做交代啊。了后才开始真艰苦的声出来，讲啊，大家人都在传讲我就是国民党的
绕白啊。我看伊迄个感觉就是讲，今仔日伊不是为了家己，好，然后他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回来以后，事后他又受到那么多的指责，还有怀疑，好，而且又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牧者。好，彼此之间的迄种的猜忌啊，甲迄种的，所以我是因为我是一个第一代的信徒，所以我会感觉，会讲句较歹势的是讲，有一点对牧师有一点失望。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第一方面，我讲最牧师的，我伫长老教会中间，长老教会才会同工。因安怎看我，所以我若参与伫真济这聚会中间，他们都会怕我。OK， 这国民党这教会啊，这个都唔知会甲咱报啥，所以一方面是安尼，搁一方面呢，搁对这个调查局这边，亲像讲，甚至伫我的教会中间，某我的长老，因拢爱写我的报告。我当地中间的报告，还是讲我若去对出外时，拢爱写这个报告。阮是算已经上尾吼，已经人国民党已经锁网啊，还有国外压力拢来啊。到最后就是换因吼，换因讲，这名单拢有恁，啊，然后伊就开始叫其他人吼，甲阮转达呢啊，就是讲差不多叫一寡相关的人学校啊，什么啥转达讲吼，讲迄个出来投案啊，巨头拢了了，恁这是较细尾的这恁吼。你就出来处理咧。迄个时阵是安尼，你先互掠着人，伊就是要掠你，然后用你去夹别人嘛。啊，到迄个时阵就差不多爱掠人拢爱夹了啊，爱掠了啊，所以阮到最后出来，阮嘛是拢家暴后传的。你来倒事件安尼经过30周年来看，尤其呢用信用来看，这个是一个过程中间，教会若有参与，更加会当证明信用是绝对会当支持人伫迄个困难中间来进步的一个最大困难。后来社会这么开放，煞变做无目标，其实迄个我是感觉，咱的社会也是好，也是教会。欠缺无够起来，因为唔通袂记，长老教会讲心搁独立，唔是讲独立啊，搁有一个心，迄个心的物件无带出来。你开放，你有人权，唔是会使乱来，唔是讲你要爱啥就爱啥，有一个新的特殊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性的尊严。真正的根源是人的罪性嘛，对，那是人的罪性。他们罪告分正道，罪告咧分男女，所以教会要很深入去做信仰反省。其实你是要从这个切入，你才有办法。所以基督教信仰一直咧讲人是有罪行的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你要非常小心。如果不是从这个彻底去解决的话，你在什么？所以想要讲教会嘛，不需要随着任何政党起舞的，晓得吗？教会若毋是伫时代中间来成做5万记而已，教会无啥物意义啦。
靠的毋是干那伫遐咧讲灵魂啊，哈咧路亚啊讲哦来哦，你来甲你医病赶鬼安尼个人的个啊，这拢足重要无毋对，但是整体上你对整个台湾的土地顶面、国家的前途顶面，你更较需要咱用信仰的开力去关心。我真想起来，30年前真重要，迄阵是戆打，惊是惊吼，因为拢听人讲，毋捌拄着讲遐尼，真正讲啥物，所以惊是惊吼，啊无戆打啦，戆就是为了这个理想吼在拼。那个时候群众运动大概最后了，要不然就是中间一定会唱这一首《We Shall Overcome》。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阮当时唱 We shall overcome， 后来唱讲咱要出头天。这当时拢是伫国外自决运动因咧讲的啦，甲台湾拢总亲像无真好的联系，毋知影。木人合唱团咧唱的时，嘛无特别想着讲有即个特别的意义。阮安尼唱的时，互当时的百姓，第一，阮起嚟是唱第一便是唱英文。伊讲哎呀真奇怪，毋捌听着讲英文唱英文的。后来阮咧唱讲，咱要出头天，就是讲将因伫国外的运动自古若是讲教会者足重要，即个出头天，即个意识，渐渐甲台湾本土。有信上帝，无信上帝不管，就渐渐种夹做伙。咱要出头天，咱要出头天，有一日要出头天。哦，伫我心中，我有相信，有一日要出头天。台湾人万岁！后来就是讲，咱要出头天的时，毋是教会人在讲啊，所有台湾的人，人生听台湾拢在讲。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咱要出头天，咱要出头天，有一日要出头天。或者是30年后，咱人来回想的时，真正是上帝特别好的旨意甲意思，爱台湾所有的人，会当出头天，当做主路，伫上帝听底，家己来得到伊所享受咱的一块土地。我是克里，搭着人生列车向前进。
司机先生，这一站在龟山稍停，不是永久住址的地方，只是稍停，带我采购一些人生经验的珍品。虽然代价贵了些，但珍品岂能见寿？经验岂是易得？在这儿，我看到好多星星，星星没有为我带来心中预期的喜悦和宁静，却是闪烁困扰的诱因。我也看见了蓝天的朵朵云，他们说：“嘿，跟你一样，在这儿稍停。”我不买星星，也不采购云，我只是在此静心的等待太阳的音讯，要装它个满框框的光明。因此，我还要在此站龟山稍停。我是客旅，搭着人生列车向前进。司机先生，在这一站龟山稍停。很多时候不是你去制造环境，是环境制造你嘛。我是多活在那个时代，整个台湾民主转化那个大环境的里面，我们只是跟那个时代走，然后去帮助这个时代促成那个民主化，回较紧。那个是上帝在带领历史，不是我们去创造历史。我们只是在那个整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整个这条溪的里面，我们只是一块石头而已啊，算什么？暂时互阮笑脸想袂到，我若打开心爱的门，只为看见故乡的残痕。